各位觀眾大家好啊，我係唐中信。觀眾咧就應該都聽過我講噶啦。九運咧揾錢冇咁易，咁所以咧九運第一年咧，2024龍年咧係教大家接財神。咁2025蛇年咧就教埋大家接喜神接貴神，同埋咧就係入錢罌。咁馬上咧就要到2026馬年啦。咁我再教大家串聯聚財方法咧就係簡單易做有效，咁希望咧就天下共福。接財神咧係傳統嘅習俗，簡單講就係希望增加財氣啦。咁傳統上咧以年初一咧就接得最熱鬧。咁以前嘅人咧就會睇通勝咧就係揾吉時。咁我就為大家準備咗4個吉日吉時，咁配埋方向啦，就同埋方法，咁等大家咧可以跟住做嘅。接財神、喜神、貴神，用同一個簡單方法咧就可以啦。咁首先咧，事先就要準備好呢個材料啦。咁就係一個正方形狀嘅紅色利是封。銀行出嗰啲咧就比較好咁保險公司出嗰啲咧就即係要慎用啦。咁一支金色水筆一張紅紙，一執米2張100蚊紙幣。咁到接財神嘅吉日吉時啦，2張紙幣就分別對接成方形啦。紅紙咧就剪成正方形，咁大細咧係以對接咗嘅紙幣為標準咁喺紅色嗰面咧就係用金筆寫上咧就接財神3個字。紅紙咧有字嗰面咧就向上紅紙放2張紙幣中間，米咧就即係放喺呢個紅紙下邊，咁一齊咧就係放入呢個利是封。咁跟住咧就代揾呢個利是封，咁出門咧就行大運記得係1人1封嘅咁再講呢個乜嘢係行大運咧？咁無論你喺間屋或者大廈出咗門離開咗建築物喺街度行大約15分鐘到啦，或者以上啦，咁就係我哋行大運嘅標準啦。同大家擇嘅第一個吉日咧就係年初一係西歷2月17號星期二，可以用未時，即係下晝嘅1點至3點。迎接財神喜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正南方行大運，迎接貴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正東方行大運。咁記住啦，如果你係丙辰壬子年或者日出世嘅人咧係忌用嘅。咁第二個吉日咧就係年初二，西歷咧係2月18號星期三可以用午時，即係上午嘅11點至下晝嘅1點。咁迎接財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正南方行大運，迎接貴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正東方行大運。丁字壬子年或者日出世嘅人咧係忌用嘅。好啦，第三個吉日就係年初五，係西歷嘅2月21號星期六，咁可以用喺午時，就係上晝嘅11點至下晝嘅1點。迎接財神貴神嘅觀眾咧出門向正西方行大運，壬申壬子年或者日出世嘅人咧係忌用嘅。好啦，第四個吉日揀咗年初六，西歷咧就係2月22號星期日可以用巳時，即係上晝嘅9點至11點。咁迎接財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正西方行大運，迎接貴神嘅觀眾咧出門咧就向西北方行大運。咁記住啦，貴酉壬子年或者日出世嘅人咧係忌用嘅。新嘅觀眾咧可能就會問：財神、喜神、貴神有咩唔同啊？簡單講，財神咧指嘅係5路財神，
包括咗正財、偏財同橫財嘅。咁喜神咧就管一切令人歡喜之事。咁但係要記住喎，歡喜之事就往往因人而異嘅。咁普遍咧就係指婚宴啦、壽宴啦、滿月宴啦、百日宴啦等等等等啊。貴神咧就管升職升遷出門移民等等嘅事。咁大家睇返自己嘅需要咧，就係選擇。赤馬銅鐘若幽壑，山南險象緊追蹤。有睇我立春八字揭密嘅觀眾咧，都會知道馬年雖然咧總體嘅形勢咧係比2025蛇年好嘅，咁但係就會更加兩極化覓生機嘅重點係埋堆。掌握嘅難度咧係比蛇年高嘅，咁仍然咧就係散財容易聚財難咯，咁所以馬年要聚財咧，比蛇年要做多少少嘢㗎。咁行大運嗰時咧，如果沿途有經過銀行嘅就最好啦。咁如果沿途冇經過銀行咧，咁行完大運翻轉頭即係回程嗰陣時咧，咁就可以咧就刻意去揾間銀行去經過，咁之後咧先翻屋企咁增加嗰個吉力。咁另外事前咧就要準備好兩樣嘢。咁第一咧就係買一條新嘅幼嘅紅繩咁要預夠嗰個長度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買一個新嘅錢罌，顏色、形狀、材質最好當然就係配翻自己條命嘅五行喜忌啦。咁但係一般咧大眾應用嘅話咧，元寶形狀咧或者圓形啦，金色嘅呢個即係光瓦咧或者瓷器嘅質地咧就已經可以啦。咁喺接財神嘅吉日吉時咧，就用嗰條幼紅繩咧咁就係打橫咧咁樣去纏繞住嗰個錢罌咧就9圈咁然後咧就打成結咁再放喺馬年嘅催財位。詳細咧就係請留意下一集2026年風水佈局。咁放好錢罌咧就出門行大運，行完翻到屋企咧就可以咧就拆利是封紙幣同紅紙咧就放入錢罌，米同利是封咧就放到申15之後，咁就可以即係作為一般垃圾咁去處理㗎啦。咁跟住咧正月之內咧，每日咧都要入錢落個錢罌嘅，咁多少咧唔係問題。各地嘅錢幣咧都可以，咁同自己收入有關嘅貨幣多放啲咁最好咧仲係成個春天，即係3個月咧，日日入錢入到咧就立咗下咧，就唔使再入啦咁但係都唔可以將啲錢拎翻出嚟嘅。2025蛇年有跟我方法接財神同放錢罌嘅觀眾咧，今年咧又係有必要還神嘅咁去你心儀嘅正信嘅廟觀咧就可以啦。咁我為大家咧準備咗2個吉課，分別咧就係西曆嘅2026年1月19號星期一嘅午時，即係上午嘅11點至下午1點。咁另外一個咧就係2026年1月20號星期二未時，即係下晝嘅1點至3點。咁如果2個吉日都用唔到，咁退而求其次咧就盡量揾至親咧幫手代你去還神咁另外如果譬如行動不便去廟觀咧相當困難咧，咁就可以從權處理喺屋企做咁有安神位就喺神位做啦，冇安神位咧就1炷香，即係3支香咧擺當天就可以咁講完還神咧，就講翻個錢罌。咁要喺2026年2月4號立春日前1個星期之內，將嗰個錢罌裏邊嘅錢咧就拎晒出嚟用嚟消費使晒佢咁未安排到直接用嘅外國貨幣咧，可以兌換翻港幣再用。咁如果太少量唔方便兌換咧，咁放埋一邊稍後再用。咁但係就唔可以再放入錢罌㗎啦。
嗱，除咗立春前清空個錢罌，仲要咧買定一條新嘅幼嘅紅繩。咁記得咧就係預翻夠長度啊。咁喺接財神嘅吉日吉時咧，咁又用條幼紅繩咧就首先咧就係打橫咧纏繞咧嗰個錢罌9圈啊，然後咧就再打直咧就纏繞嗰個錢罌咧就9圈。咁即係然後咧就打成結啊。咁等吉日咧就再放喺馬年嘅催財位。嗱，可能有觀眾會問：蛇年過完春節先立春，馬年咧就立咗春先過春節，咁接財神會唔會有影響嘅咧？嗱，影響咧基本上可以忽略。我同大家所擇嘅吉課咧都係4柱排開嘅，咁而立春咧都只係定日子所屬年份同月份啫，咁大家咧就唔需要擔心。咁另外細心嘅觀眾咧就會發現，壬子年或者日出世嘅人咧，4個吉日咧都忌用。嗱，簡單講，因為壬子沖丙午流年咁一般大眾吉課咧就唔適用咁要有效咁聚財咧係需要咧個別針對處理方法已經教咗啦，吉課又擇咗啦簡單易做，效果好，咁大家咧都唔好懶啦盡人事咧就去爭取幫得幾多就幾多啦。2026丙午馬年接財神就講到呢度啦咁有嘢想講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嘅。咁祝大家喺馬年萬事如意，身心健康，家庭幸福，財源廣進。多謝大家。